头一条，然后定定伫咧网络顶买物件都要注意，即摆有上新的诈骗的手法。台中市法制局的局长李善德，伊的妈妈最近收到一个简讯，内容写讲你有一个包裹，因为无人接电话，所以送货失败，搁附一个链接，甲这个链接点入去了后，都要求你都爱输入这个代码，代码若移入去就中计咯。4分钟内收到6个简讯，共投入将近9000块。中华邮政嘛来发出条声明，提醒大家，像这种的简讯的连接是千万唔通乌白去点。简讯来啊，内容写你有一个包裹，因为电话无人接听，送货失败，还佫附一个链接。台中市法制局长李善士妈妈就有收到这封简讯，还佫点链接，结果。 就收到讯息说要输入代码1190，输入后马上不久就连发了6封简讯。6封简讯，每一封拢写你使用中华 iQ 代付1490，因为讲是共一个订单，详细看才发现讲订单的编号拢无共，这是特别的订单，伫4分内总共投入8940块。 第一时间是打电话去中华电信，他们只是一个小额付款的代付的状况，所以他不同意我们止付。Apple 的 iTunes 的消费，马上打电话去问，然后当然他们的客服也很愿意帮我们处理。 愈来愈多人伫网络上买物件，有收包裹的需求。诈骗集团看准这点，制作假的邮局网页，使入诈骗程式骗民众。 中华邮政是用电话联络本人，不会发放简讯。中华邮政的官网上冇打出公告，提醒民众注意，若是不幸被骗靠钱咧，有订单编号简讯，就是收据一定爱留咧，才会当向教育平台申请退款或者是取消订单，而且会记哩靠电信公司关掉这手机付款功能。诈骗的手法不断的进化，提高警觉，唔通点来路不明的网络连接，才会当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。